无声不爱家，是中公啊。做事燕燕，恢复了敬重，本下了朝奉候，可恨中原太上，其我朝无能，先王招兵买马，屯兵精勇，等待英强马壮，下下强贴。将来送天子，金沙滩松梁富贵，我朝以他太上用家将金沙滩决战，血流成河，是对义山，文武朝臣，父爱家等基，这种江山，今日做朝。众卿，愿按天上有本奏上，奉吾有本爱奏。奉吾有何本状当天奏来？定母后当年金沙滩决战，杨家将杨令公骗我国兵马，困守在两龙山。击败嘅说行，佢都唔恨，最尾硬是踩了李林壁。父王上前也要交代，杨家将一门忠烈，一国忠臣。其事后必定爱将事骨好好供奉。如今此国海踩了凤阳汤，不过照方唔看来，那是杨家将见敌此事。必定我前来其他父亲的国海，此事不知母后有何旨意？哎啊！所
家将，为前继父亲不害，必定冲进从容通前来，奉吾唐令，猜令你派兵击压困属，不可标记杨家将摧毁杨凌公的尸骨。娘子啊！父亲啊！天哪！西夏某人，公主真名是香啊！混黑相拥啊！云安天啊，我呀，流泪淋啊，不由我不那穷啊，好送。就不甘愿啊，梦才有谁啊见啊，来为啊人啊。父亲啊，西龙不好，当初杨家将总为义龙，奉旨送梁夫妇，金沙滩一战，杨家将向天死则死，拖则拖，爱猜乱阵之中风靡不下，想来。身在番邦之地，原来就是铁匠公主
记不得我是勇家死龙，就爱为东冲驸马改名木叶，流彩繁邦，目的就希望能得小情机会，内强外严，为国保属。随地梁龙山围困我的父亲，我父情重报国，我是才了李林璧呀。是故被范王控在奉用同类，乃身为勇家之体，一同前去夺回父亲国怀。且慢呐！且慢！国恨家书，尚未报啊！岂能一小失态呀？出差错啊！朋友真是身份，披石袍啊！给严肃后必杀陈那太后。土啊罗啊，乃那不切非故法，莫非勇敢男儿？这故法气汉兴起，这。哎呀，有了！准用中，老夫其言谈，乃此有大顺。驸马回府，娘家。今年回来，看你面带忧愁，莫非有乜嘅心事不成？这我，你唔讲，本公主难得明白，想必系因为远岸天上用令公国系意思，母后上上叽叽，有此用家中，只为驸马也系忠言逆拿。当初战乱，替我所救，天赐良言，你我结为公婆。故说你谈到母后有此用家中，我嘅心脏难免艰苦。不过你们唔是想安道，母后为此嘅用家中，系因为记得假判宋天子，暗杀先王，楚太用家中系为到保书。你又唔系用家人，何必将母后嘅话放入嘅心内呢？多谢公主关心，今日有一事要请教公主。你我夫妻后年抢高两事，有乜嘅事情驸马强实当面。想的勇家利用，那是地下用令公使棍，
就恐在凤阳同路，一听我前来起家国快，给永陵公事故，可有安空好事？驸马，你且放心，也凤阳同嘛。恐怕给杨家将忙请到国海，就本公主的人马包围了。原来如此，但不知母后命你把守凤阳通，你何时爱出兵呢？正月初9就爱出发。哦，正月初9么？驸马，为何你对此事如此关心？问到俺相信呢？公主，文堂总言有所古妙，内奉侍乃是出身有名，十分的灵感。乃想你爱夫妻结发，为何强下因难分？暂想爱你爱夫妻，前去庙中求子，但母后命令以下，实在难以违抗，这真是可惜了。哎呀，真是可惜了。不以公主处理母后高攀之事，主动用家将其国败，俺一人都在古庙行中求子，你看如何啊？俺娘也好，处理杨家将一事，你那猜测都有不便。好吧，你前去古庙求子，其他的事情本公主会安排。多谢公主，俺马上去行。驸马一路小心了。中年男子有真情，不有大喜伤心。驸马真乃有心人，为求子啊！情。